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这个融创房地产被执行6.8亿。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2月25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6.8亿余元。被执行人还包括天津融创智诚置业有限公司等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24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351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失信被执行人以及中本案件信息。总之融创虽然这个债务重组成功了，但是不代表它安全了。这个大家也知道你这么多要执行的这个案子，6个月的金额就351亿元，你再加上其他什么中本案件的加到一起海了去了。当然了，这不光是融创一家碧桂园什么那暴雷房企都这样一个德行。今天这些媒体仿佛这个经过了冬眠这个春节9天假一放，从冬眠中已经苏醒过来开始楼市小阳春开始报道交易活跃。这个央视财经报道春节期间，深圳新房、二手房交易活跃，多地楼市出现回暖迹象。在深圳，据多家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深圳楼市活跃度显著提升，新房与二手房签约量、带看量均出现大幅增长。深圳住建局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2月15日到2月23日，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量较去年春节假期日均上升211%，就涨了2倍新房住宅成交量较去年春节假期日均上升126%。截至2月23日，2月深圳全市新房住宅累计成交1068套，二手住宅累计过户1727套。此外，今年春节假期，杭州、重庆以及湖北多地房地产市场也出现回暖迹象，市场成交量明显上涨。这是央视报道还有什么楼市小阳春如期而至，马年的楼市小阳春会如期而至吗？新的信号无疑提振市场信心。说的就是一个是广州土拍火爆开场，8家房企决战珠江新城，马场地块拍出广州8万5的楼面价新地王。上海刚刚出台楼市新7条，放宽限购，社保年限降为1年这都是好消息这就是重要的风向标暖风频吹。1、2线城市数据持续向好，甚至罕见出现小阳春提前信号。据科尔瑞监测的全国重点13城，1月份二手房成交面积810万平方米，环比上升16%，同比增长33%，相比2025年月均增长18%，成交活跃度显著提升。淡季不淡，二手房成交逆势攀升，楼市小阳春出现提前启动迹象。总之你说小阳春就没错。再看土地市场，过去1年，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地都拍出了新地王。综上分析随着市场预期回暖，政策持续加码以及供应结构优化，本轮楼市小阳春行情值得期待。期待啥呢？我不太懂期待啥？是你想卖房吗？还是你想买房？实际上这2天最热的关于房地产的新闻，一个就是上海的沪7条，一个是广州的这个就是马场地块拍卖。这2个是在网上这就被这个很多中介还看多的人又像打了个兴奋剂一样的吃了伟哥一样的兴奋起来了，在那狂喊房价要涨了。这个房价涨不涨咱不知道我觉得，但是咱们得分析这个现象。上海的沪7条，我们昨天节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那个沪7条实际上是追平看齐北京2025年12月份出台的政策，或者你反过来说吧，你说严重一点，就是相当于上海落后了2个月，这早就该出这政策了。你北京一出它就应该出，对吧？京沪嘛，那都是同步这个进行它晚了2个月。那北京已经出台1个月了，2个月了，那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没有变化大家自己应该知道，对吧？这个国家统计局1月份的这个楼市是不是已经公布了？什么中指研究院的、科尔瑞的数据都出了，没见北京怎么着怎么上海一出马上就炸锅了呢？就觉得这个就了不得了马上就房价就暴涨了，企稳回升了。
这个想多了啊，想多了，总觉得好像韭菜身上很多钱，总以为韭菜身上有钱，拿着钱不买房，在那等着。其实不是，对吧？大部分没房子的韭菜，他真是没钱，他顶多能付个首付，那还得把七大姑八大姨的钱都借干净了，祖宗三代的钱都刮干净，付一个首付。你说这样的人，你老指望他进去救市买房，是吧？害人不浅呐。这就是沪七条啊，沪七条实际上看一看，2025年12月份北京出的政策就完了，对吧？一盆凉水浇脑袋上。实际上我现在已经在考虑啊，如果京沪啊所有的政策都出完了，就不限购了。现在不是还限购吗？对吧？各种社保还交1年，核心地块不让你买。如果北京、上海全面放开限购，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迎来一轮下跌。那一轮跌完之后，差不多就到底了，一定要记住了，对吧？现在因为大家都想象着北京、上海还有最后一块遮羞布还没掀开呢，对吧？总觉得这还有个大杀招在这儿，一旦全面放开限购，北京、上海就涨，北京、上海一涨，带动2线城市涨，2线城市涨，带动3线城市涨，带动这个鹤岗也涨。你说这个是不是好多专家的这个逻辑啊？要不然这专家天天扯着嗓子喊，对吧？要北京、上海放开啊，他的逻辑就是这个，北京、上海一放开，这全国都去买啊，一买的价格不就涨了吗？一涨，这个2线的不就涨了吗？对吧？北京的房子一涨，燕郊的房子也会涨，他就这个逻辑啊。他没想到啊，你北京的房价一旦放开限购，北京的房价要涨的话，燕郊它只会更加下跌，是吧？那我都能在北京买房了，我买你燕郊的房子干啥？隔一条河，一个是天上，一个是人间呢，对吧？那不就抽血了吗？所以很有可能啊，等到北京、上海彻底放开以后啊，反而大家一看，对吧？最后一点遮羞布没了，最后一点念想没了。那个时候啊，很多什么二手房的业主、房东一看，赶紧跑吧。那个时候就会出现踩踏。那一轮下跌完了以后，差不多你说稳住了，或者见底，有可能，对吧？你看看是深圳和广州，相当于已经全面放开了，对吧？广州已经全部放开，没有限购了。广州的房价有变化吗？有变化吗？25年有，对吧？它加速下跌，这就是变化，补跌。深圳呢？深圳已经基本上全面放开了吧？深圳就只有福田和南山2个地方，不让你买限购，其他地方基本上可以买了吧？那深圳的房价稳住了吗？也是出现补跌啊。所以说这个沪七条啊，这个也就是一个它起到一个延缓的作用，这是沪七条。那么第二个热点就是广州马场地块拍卖，据说啊有好多人围观，因为他在网上拍卖啊，说10几万人围观，我也不知道10几万人谁会感兴趣一块地的拍卖呢？实际上都是炒房的，炒房客啊和一些房产中介啊，还有一些开发商的人无聊围观。这个据说拍了10来个小时啊，我也没注意看啊。据说这个25日上午8点半，马场刚正式开始报价，说6家房企相继进行了报价，最快一家仅2秒就按下了报价键，从上午10点开始报价至11点，这个就59轮报价，报到了198亿，直逼200亿。这个说热闹到什么程度啊？期间说线上围观热度持续攀升，实时围观人数一度突破10万人，比那个什么这个网红的直播间那厉害多了啊，分分钟就10万加呀，什么概念？那这人都是有钱人呐。因访问量过大，竞价页面甚至出现崩溃。经过9个多小时的鏖战，竞价243轮，越秀地产成功竞得该地块，成交价破236亿元。不管这个马场片区是啥都是什么核心地段，咱也不管了啊，只说它这个楼面价是8万5，也是算是创了一个新高吧。这个我看有人说马场地块为广州近10年来出让过位置最核心、体量最大、城市功能最综合、预期最高的一块地，那就是叫绝对的地王，是吧？绝对的这个优质资源拿出来拍卖。这个广州地方政府也是想通过这个拍卖提振一下广州的这个楼市，所以很多这个中介很多这个炒房的欢欣鼓舞236亿，如果能拍到250亿，那就标志着什么？如果能拍到280亿，那就标志着什么实际上这都是扯淡因为大家回忆一下，去年这个时候，你稍微回忆一下，去年这个时候，上海不是帝王频出吗？杭州、成都，那每天都刷新帝王，大家还有印象吧？咱们节目天天聊你看看去年杭州是不是隔一天刷新一次帝王？上海也是，结果国家统计局对吧？那统计的楼市1线城市2025年是补跌对吧？是加速下跌，你那
炒那个地皮有什么用啊？对吧？你在那人为的炒个帝王有什么用？你把这帝王炒出来之后，韭菜的口袋钱就多了吗？你只要韭菜的钱不多，只要韭菜的工作危在旦夕，你炒到天上去，韭菜它也只能是万楼星烫，跟韭菜没关系，你随便炒。去年这个时候对吧？成都、杭州，我记得啊，帝王频出啊，一天一个啊，眼花缭乱呢，又能怎么样？过去20年楼市火爆的时候，这种逻辑啊，在现在楼市低迷的时候，它是逻辑是不适用的，不能刻舟求剑。所以今天啊，我又看见这个房地产专家孟小苏，他又出了个新的视频啊，聊房地产的。他说啊，房地产稳则经济稳，楼市暖则民生安。他这个视频15分钟，太长了啊，要短一点我都直接放了。他这个标题你要看着是没毛病的啊，你看房地产稳，经济稳，对吧？楼市暖则民生安。但是我看了他视频之后，我就发现他又跑偏了。具体情况大家看视频啊。现在互联网上有一双无形的黑手，想搞垮中国的民心，粉碎中国的经济。我花了1年时间去研究和分析，知道真相之后啊，我感到后背一阵发凉啊。在说出真相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这几年骂房地产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骂得特别狠，什么房地产是万恶之源，是毒瘤，吸干了实体经济，甚至还有人说房地产不死，中国经济就没希望。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偏偏骂的是房地产呢？为什么不是股票，不是基金，不是虚拟货币呢？很简单，因为房地产最扛事儿。中国家庭60%到70%的财富都是压在房子里头的，房地产背后连着钢铁、水泥、家电、装修、建材、金融、地方财政等等，联系到180多个相关行业，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岗位。过去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城镇化离不开房地产这个发动机。那我就奇怪了，一个承载了几亿家庭的财富，带动了180多个行业，撑起了中国城镇化几十年发展的产业，怎么突然就成了全民公敌了？是我们老百姓不要财富了吗？是我们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不要就业了吗？是我们地方政府不要税收了吗？都不是。这就要说到我们的邻国日本。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崩盘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现在就有这么一双黑手，想把日本失去20年要复制到我们中国，让中国经济重走日本的老路，想让中国人民对未来失去信心。那么这双黑手从日本引入了3种毒啊，来毒害中国的根基。这3种毒你听听啊，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条一条能对上？这个孟小苏这个视频啊，我只放了1节啊，大家了解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吧，对吧？孟小苏他说啊，骂房地产是万恶之源，毒瘤，是黑手故意针对，因为房地产最扛事，承载60%到70%家庭财富，带动180个行业，1亿就业，是中国城镇化发动机，突然成全民公敌，很奇怪。这个孟小苏他这个说法，我觉得实际上我支持他一部分啊。什么叫一部分呢？就是说房地产是万恶之源，那肯定是不对的。那哪个国家都有房地产，都发展都挺好。房地产它不仅不是万恶之源，对吧？它反而解决了我们的住的问题。我们不管怎么说吧，那你说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或者是21世纪初的时候，刚到北京，谁没住过地下室啊？你看看现在很多明星啊，那以前到北京飘的时候都住地下室，你现在在北京不可能住地下室，地下室不让你住了，对吧？因为房子有的是，过去是没办法，只能住地下室，因为它房子不够啊。地下室和城中村，对吧？那这个都是房地产的功劳啊，它毕竟发展了嘛，对吧？这房子多了啊，这个你不能一味的说房地产都是问题，不，这不对，是吧？说房地产是万恶之源也不对。
但是啊，这个很多人批评房地产，孟小苏他就认为你这是黑手，你是故意针对，哎，你要把房地产推翻，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推翻，你这个就有点上纲上线，又是阴谋论，对吧？现在网上啊，有一批人对房地产不感冒，那也是市场长期泡沫积累自然反应，也就是房价有时候涨得太快，脱离了基本面，脱离了韭菜的收入太远了，导致韭菜是可望不可及，产生了一种反噬逆反。何况房地产本身确实也有问题啊，怎么没有问题啊？对吧？它有成绩，但是它也有这个发展的错误的地方，对吧？所以说现在网上有很多人也希望房价下跌，不是希望说经济崩盘，实际上是希望房价下跌，让他能买得起，对吧？或者是跟他的工资能匹配上，哎，让他重新有希望。但是一说房价要跌，好，他们就认为你啊这叫唱空，哎，你就希望经济崩盘垮掉，整个经济跟伊朗一样，对吧？你就不能批评，这个属于上纲上线啊。所以说我就孟小苏他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他总把一切啊，所以说房地产要跌的，那或者都是你是要跟中国对着干，希望中国垮掉，不能这么说的吧？房地产的问题在哪儿啊？大家都知道，就实际上我们就回忆7年前就行了吗？时间并不长，7年前那时候论调不就是房地产绑架了实体经济吗？绑架了经济，因为房地产一直涨，你这闭着眼买，所有的钱都被房地产吸过去了，因为你只有到房地产那儿才是安全的，银行贷款也是往房地产贷，各种渠道绕到房地产，哎，上市公司赚了钱也是买房子，韭菜离婚买房子，就为了搞这个购房这个名额，对吧？有点钱就加杠杆买房，产生一个虹吸现象，就是所有的钱都去房地产，因为你去其他地方都可能赔钱，只有房地产赚钱，而且还赚了很多。深圳都出现什么？就是深圳出现炒房基金，是吧？哎，就是我们50个人，有深圳限购啊，我们50个人凑钱，一个人凑，对吧？20万，他卖份额，然后用一个人的购房名额去买房，买了房之后，到时房价一涨，3年以后，他不是限售吗？3年5年以后一卖，哎，赚1000万，然后我们50个人分，按你出的钱，都变成这样了，对吧？你的孟小苏这个专家你看不见是吗？都已经到这叫正常吗？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财政也过度依赖土地，这个问题啊早已积累为系统性风险，并非突然被骂。家庭财富占比啊，高盛是2025年至2026年报告明确，中国家庭房地产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已从峰值70%降至50%，但是这个50%还是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啊。泡沫破裂后，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就是杠杆率高，负财富效应，这才是年轻人躺平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非黑手。然后这个城镇化的发动机啊，过去是对吧？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咱们是14亿人、13亿人的时候，人家就恨不得10亿是农民嘛，对吧？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6%了，增量需求大幅放缓。如果叠加人口，对吧，在下降，而且下降的主要恐怕都是农村，你这样一算的话，这个城镇化率还有多少空间呢？对吧？这个发达国家已经70%呗。那我们还能到多少？咱们总的生育率跌破1.0%， 0.98%。一个正常国家啊，生育率应该在2.1%。我的印象中啊，就是夫妻俩结婚得生2个孩子以上，这样人口才能保持稳定。1.0是什么意思啊？2个人结婚生1个孩子，你在这个如果这种生育率的话，那人口只会下降。减少，现在我们连1个孩子都没有，对吧？2个人结婚只有0.9个孩子。城镇化放缓加人口负增长，房地产已从发动机变为拖累器。所以说啊，批评房地产不是阴谋，而是对土地财政高杠杆模式不可持续的一种共识。但是孟小苏呢，却把这个称为黑手啊，要相当于搞垮经济。实际上这是回避真正的风险，那你这才叫搞垮经济啊！就是你对真正的风险避而不谈，鸵鸟政策，现在希望它一直涨。这个孟小苏说啊，日本失去20年是因为媒体舆论加主动刺破泡沫，不是房地产本身问题。中国若打压房地产，就会重蹈覆辙。这个怎么说呢？说来说去，是传统的啊，叫倒因为果，颠倒黑白，颠倒因果啊，他把这个关系搞错了。你不能把所有的调控都当作阴谋啊。日本所谓的啊失去的20年，根源还是资产泡沫，就是股票加房地产都涨到天上去了，然后货币宽松政策导致银行坏账，人口老龄化，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原因。如果单一原因没那么复杂，是吧？它是多因归集的。基本事实就是啊，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升值，日本央行宽松货币导致双泡沫。本身日元在升值，然后货币宽松导致什么呢？导致股票1989年达到巅峰，房地产也一样啊，1991年达到巅峰，导致怎么办呢？因为经济过热，日本央行开始加息6%，但是啊，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银行
行坏账激增，资产负债表衰退，不是媒体突然炮轰，而是泡沫本身不可持续。这是孟小苏，他就是有点因果颠倒啊。刺破后经济低迷20年，根源还是延迟处理泡沫加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我一直说，我们要回到2021年该怎么办呢？还任由它这么狂飙下去吗？如果任由它狂飙下去，我们假设了狂飙3年以后2024年自己破了，那个时候就不是现在这样的，那个时候银行都扛不住，对吧？那这真正的叫系统性风险，就是银行也扛不住啊。你21年那个时候破了，好歹银行保住了，也不能说保住了吧，至少银行现在是吧，好像还没有受什么太大的影响冲击啊。也就是说，如果再迟3年5年的再破的话，那时候银行恐怕问题就更严重吧，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从日本得到的教训应该是，泡沫不及时破灭的话呢，会更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说得出个结论，就是日本如果更前一点的吧，更提前一点刺破泡沫，它就不会什么20年30年，说不定就10年就行了。应该得出这么个结论，而不是得出一个不刺破它更好。所以我们当前我们假设如果2015年这个刺破了，那反而没有现在这么多问题。那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那时候恒大还没有2万亿负债，那时候负债恐怕也就几千亿，能出多大事呢？那个时候万科还真是，对吧，如日中天，能扛得住一棒子。这个孟小苏说他说房价下跌导致生育率下降，年轻人躺平。日本房价跌22年导致低欲望社会，中国房价下跌4年与人口负增长重合，打压房价会毁信心。他这个纯粹就是刻舟求剑，年轻人不生孩子是因为房价下跌导致的。那你改革开放这几年房价更便宜，那怎么生孩子都一生一窝呢？对不对？一生7、8个呢？所以他这个纯粹是因果颠倒实际上房价过高是抑制生育的主因，房价下跌是泡沫的修正，对吧？偏离了轨道，它要回到原来轨道上，这是叫修正。高房价推高育儿婚房成本，对吧？这才是年轻人躺平不婚不生的核心压力总之它这是属于本末倒置家庭财富缩水导致不生，这是孟小苏的观点。我认为是韭菜收入低，韭菜的工作不稳定是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实际上出生率低，它的影响第一因素其实跟房价没关系当然我不能说跟房价没关系说最主要的因素它不是房价，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觉醒，还是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你过去生个孩子成本低，你现在生个孩子每个80万100万的，你说他上辅导班从备孕就开始要花钱了，然后等他生下来，幼儿园小学完了大学光扔钱，完了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你说谁愿意生所以说房价只是，对吧，原因之一，而且还不是主要原因。结婚也一样对吧？不结婚的主要原因也不是房价，那都是次要原因，是观念在变嘛。上个世纪70年代60年代为什么出生率高那时候没得吃没得吃，你看一家生7个，为啥？就是低成本而且你生的越多，你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对吧？因为你养个牛成本都挺高的，唯独养个孩子成本没什么成本，国家还得给你资源，比如说分地的时候给你多分一点，对吧？然后你有个孩子到了8、9岁，就能干家务活了，你就根本不用管他什么学习不学习，对吧？什么给穿的好不好，吃的好不好，根本无所谓没有投入就给他一口饭而已。你养牛不也得给他吃吗？对吧？养个孩子完了，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等到老大12岁的时候就能放牛了，对吧？然后等到15岁、16岁就能在地里干活挣工分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狂生城里面也一样那是城里面也生完之后国家给工作是吧？后来给不了工作了，搞计划生育，岗位太少了嘛，农村的地不够分了，开始搞计划生育。如果你现在跟上个世纪70年代学习，你说生一个孩子分一套房，你保证有人生没毛病对吧？你说生个孩子给他一个岗位保证能上班女的生3孩子就变成英雄母亲，完了之后能给个正处级待遇，那保证他会生拦都拦不住。那个时候恐怕也要搞计划生育了，不让你生。这个孟小苏说取消限购、保障房、盘活存量，这是救市措施楼市止跌回稳可期待。中国内需潜力大，城镇化未完，不会重蹈日本覆辙。这个整篇15分钟里面我看完了，这都基本上不提韭菜收入、韭菜就业好像把房价稳在一个位置上面就行了，问题就解决了。政策只能是缓解，只能是延缓，对吧？它改变不了这个趋势，什么趋势就人口在下降。你怎么扭转人口？如果出几个政策，楼市就好了，经济就好了。按我的逻辑那你这政策出晚了，你早该出了。
所以说啊，这个孟小苏啊，他用这个阴谋论框架掩盖房地产泡沫的真实风险，对吧？让人家看不到真实风险，而只是把它引到一个阴谋论上去，搞垮经济。恰恰这个才是真正的搞垮经济。因为你不分析具体原因，真正的原因在哪儿？你真正的原因你不分析，你哪能谈得上什么对症下药啊？你真正的原因不去分析，你那些什么救市措施，谁敢信呢？对吧？你真正的原因都搞不清楚，你说你救市有什么效果呢？当然就没有效果。所以作为韭菜啊，要理性看待房地产，对吧？房地产不是恶魔，也不是什么天使，房地产就是对吧？它需要健康发展，而不是靠泡沫来维系，而不是靠炒作来维系。全世界炒房的国家非常少，对吧？难道我们还要走到炒房的老路上吗？所以这种观点非常可怕啊！就是你只要说房价不涨的，房价还要跌的，那都是唱空。完了这是阴谋，你这是要搞垮经济。实际上你房价暴涨，对吧？泡沫太大，那才叫搞垮经济，那个才危害更大，对吧？一切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空中楼阁，那才叫危害。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